今仔日我又有新的体会，就是讲我嘛想讲身躯边拄着每一个人拢认同我讲台语，甚至会甲我用台语来对谈。毋过我真正拄着的毋是安尼，就是有的人真正做人真好，足善良的，嘛对台语想讲嘛想要加讲。就会甲我用台语来对谈，毋过有的人就艰苦做寡，有的人可能真现实，有诶无诶，有的人表面就伫你面头前就无讲啥，有可能伫背后拢讲足侪歹听话。毋过这都无啥，我即摆渐渐会当理解，就是讲我若讲甲时间了伫一寡人就是人讲两个面啦，伫我面头前就结甲做好势，毋过伊心内真艰苦就看我啥物，甲我想甲做无好势，就甲人斗，伫背后佫无互我知。若即种人我甲伊了足侪时间，亲像讲咱以早定定讲甲人出去社交，其实逐个可能嘛足无奈的，就是讲为着爱看起来做好斗阵，其实因嘛无真正甲你有真心要交叉，变做讲即种相处背后嘛是拢无留下啥物物件，就是了时间尔，就是大家伫遐加仙伫遐搬戏，一种应酬尔。所以讲，我的即个平常时的交陪若减足侪拢是表面的应酬的，其实对我来讲嘛是一种有利，就是真正会活来的就是较善良的人。有时阵人就是爱紧着人，有的人你着为伊做搁较济，伊犹原甲你嫌，这可能是个性观念种种的问题。我若讲拄仔好像我安尼，着较善良的人，较好斗阵的人，较会愿意讲甲我加讲话，安尼拄仔好。为安怎咧？我无需要讲看起来身躯边拢足侪人足受欢迎拢对我拢举大头舞、大头讲其实拢毋免，因为有真济是伫你面头前安尼讲，伫尻川后是甲你嫌甲无一块好。我就是会当过滤即款人即款人就袂出现伫我面头前。就真正讲会甲我讲话，像以早坐我隔壁的旧同事啊，伊就真正感觉讲甲你讲话趣味，伊是真心的，毋是讲做勉强的去搬戏实际上是拢无兴趣。我就会当讲即种人伊无必要，有可能今仔伊是一个顶司，一个有权的人。伊就会拄着诚侪人看着伊就面仔笑笑，大家毋是讲真正做爱甲伊交陪，是因为讲伊有一个位伫遐，有一个权，大家看伊讲爬遐悬，看这面子上，就是会去对伊足亲切啦，伊就是永远看着大家拢是另外一面拢无即种歹看面的。毋过亲像我安尼若会想要甲我加讲话、加我紧的，就是真正就毋是迄种食饱伤闲的人至少会当认同我这个人。所以讲无需要讲这个人身躯边足侪人90%的人拢讲伊好毋免去追求安尼足忝，而且嘛毋知影讲有偌济是真的，有偌济是敢若看着讲，这个人有前途这个人我敬伊因为伊是爬了足悬的
安怎会可能有好处，吼。今仔日就是讲，我就开始会想讲吼，我若讲去甲阮即个3个人的 co-review 吼，其实嘛足自在安尼讲话啊，无啥物顶死，无顶死啊，无啥物，嘿，逐个拢平等，嘿，安尼来开讲的有诶无诶，好，佫会使讲台语，安尼实在诚好。我都毋免追求吼，像讲我若co-review了后吼，我转去看着因当地开会，迄个会其实拢是我做一半吼，我嘛做真济，毋过开会就是拢是顶死伫开会，开诶伊嘛毋知影讲发生啥物代志，真正伫做诶人拢袂摕会出去开会，这就是一种权力诶分布，就变讲咱毋是真正去做 agent 吼。实况吼，实况是讲你若有参与即个案吼，你就是内底会当决定一寡重要代志诶人吼。毋过即摆毋是，就是讲即个人若摕互牵是伊诶态度是啥物官、啥物理吼、啥物长伊会使讲去开会，知影诚济详细诶代志。毋过咧，伊可能无实际上去做。就变做讲，有人是负责开会，有人负责伫遐做，毋过做诶人佫毋是开会人，开会人是专门伫开会，较有权诶人，安尼这就介好笑，就是做代志诶人是无权去讲啥物话，伊拢是一个人传一个话，尾仔开会开煞，我无开啦。人有问我一寡问题，当然就是讲啥物物件我拢藏起来，找无拢会讲较歹听。实际上我嘛有甲因解说讲即个物件就自头到尾我就是用我诶方式，伊用别种方式应该毋是伫我遮找答案。我嘛毋知影人听有听无我就是讲我。虽讲有淡薄仔想讲换来讲甲安尼，介实拢是我诶问题，问题拢徛伫我遮。毋过咧，嘛想嘛想讲，我都毋是讲要去争取啥物位诶人，安尼就会恐惊讲，大家甲我误会。我即马就差不多安尼，就毋免想讲大家安怎甲我想。即个artist 吼。有可能佫游玩伫头壳内底有淡薄毋过会当豆豆想互开家安怎讲家讨白尽量安尼豆豆来都方向若对其实无遐紧袂要紧，就亲像讲我当地讲台语讲台语即个方向有定。毋过有可能我讲台语诶过程，足侪人讲有腔口即个调即个腔毋知倒一种腔。我就甲因讲，这就是华语讲伤济，华语台语腔啦。我讲恁较无听过，因为若敢若华语讲足济人，伊就袂用全台语甲你对谈嘛。我是足少数诶。因为我长地学，我即摆拢会甲别人讲我长地学，无想要阁等甲做厚这就是就是毋免计较假先讲真厚得生得厚就是爱看互开就是讲有诶人可能学物件学诚紧一下就会晓。毋过就亲像我伫学唱歌共款，毋过呢，若唱歌唱袂好势，逐个拢会见谅，讲无要紧本来唱歌就是一种爸母生。毋过台语即种物件逐个就变有一个观念，就讲若讲袂好势，就莫讲，规气莫讲。拢是用即种足粗鲁、足粗残诶观念。去台语当地学，无讲甲做
啥物腔口讲甲练甲像在来的。有这就亲像讲，今仔日讲英文，当然外国人讲英文，母语是英文的人，讲起来迄个调就无共啊。咱台湾人安怎拍拼去学若讲有一两个是做有才调，其他的人当然嘛有即个台湾的英语腔啊，英语腔我想是有。毋过逐个拢袂去要求啦，想讲你本来就是外国人去学英文，安尼有一个腔哪有要紧？毋过对本土语言就足奇怪的观念，就是永远是家豆豆仔捡转来。听的人就是足奇怪，就会加问。其实问人嘛无歹意我嘛知影讲，像讲今仔日伫乌托邦店，甲我对谈迄个头家的老母，伊嘛毋是讲，伊就感觉足奇怪，因为听着的台语无亲像我即种半路较第学的人而且伊嘛讲奇怪嘛袂安尼啊，就算是带北部嘿，其实伊拢无啥物歹意。进前安尼听着足无欢喜，想讲我着足拍拼学就亲像讲有的人当地学英文，有来人就一直讲你讲的腔无外国人的腔，你怎会安尼？你是安尼着问东问西，无就是讲中文的人有可能嘛去互人问讲你中文足奇怪，你有啥物腔？那迄个人就想讲我本来就是香港人，安尼无啥。伊若家己会当感觉足舒畅的安尼无情绪，安尼诚好。毋过就变做讲我家己会想讲，怎会对我要求遐济？我嘛有伫拼势。毋过即个调的问题，即个腔的问题就变做讲无遐尔简单我嘛尽量讲甲发音发甲正确。毋过像讲我听广播电台我就是听会出来讲这可能是较少年款的播音员。有诶我就想讲这老班的这讲台语讲甲安怎，有可能我家己嘛会去紧。毋过我想讲我是为着要去学习。就是定定互人广播即个老岁仔腔，播即个在来台语的腔，所以讲我会想讲加听一寡拢是较台语人的腔，安尼听久，敢会讲家己会改善。有可能就是安怎讲，就是会要伊这，因为想要追求。若追求无法度搁卡伫半路，别人搁甲伊摇出来来讲，你着长地练，还袂达成即个目标，别人搁甲你嫌，当然就是一个打击这打击无要紧我想讲，一般人应该就是讲台语有一个追求。若无追求，就会讲中文啦。伊就讲这无差，当然伊就开始用中文来讲，为安怎咧？伊拢无差，伊又搁伊就毋免讲坚持，因为伊身躯边的人，甲伊对谈的人，是希望伊讲华语的因为华语讲起来较顺手，无即种调怪怪的问题无白讲因为有思考变讲一半就定地有可能有即种现象。毋过咧，要安怎讲，就是有现实嘛，想要追求，想讲莫阁互人安尼问，因为安尼问改成就是安怎学，当有一个天棚有一个天棚伫遐，无法度讲。你会想讲爱学这是爱学甲安怎，较算是真正学有毕业摕着出业证书就会不是安尼想。毋过咧，若真正讲甲诚好的人嘛有伊的烦恼
因为伊就开始要追求讲爱安怎吹哨，爱安怎甲人教，因为大家拢会若一个目标完成了后，伊就想要搁去找另外一个目标，互家己有成就感，无法度讲留伫原来所在就诚满足。我想一般人拢会搁去追求一个搁较要紧的目标。安尼生有可能，我若讲真正今仔日诚紧的短时间就学了台语的迄个腔口拢甲伊学起来。我游玩嘛有新的烦恼，啊无你看阮咧讲台语的阿母啊，伊嘛是有烦恼啊。我拄开始是足侪词拢讲袂出喙，而且讲甲哩哩啦啦。迄个时阵我有烦恼，毋过即摆我讲甲较顺啊，头壳内底的词嘛变济啊。我游玩有烦恼啊，袂讲因为我进步，我的烦恼就减少。所以讲，这拢毋是重点，毋是讲今仔日我若讲甲无即个腔，互人白安尼黑白去问，嘛毋是黑白问啦，就是无人会讲特别去讲啊、敷衍啊，讲你安怎因为伊会安尼讲，就是变做讲，你着无亲像台语人即种感觉，会互人感觉讲，即个坎足悬的啦。毋过其实就是安尼，就是毋免讲遐，就是一切其实是家己心内对家己的看法。若今仔日我会当讲，想讲我第一学，你个腔本来就是无遐简单。对一寡人来讲，有可能伊调即个音，调即个调，是较简单。毋过对我来讲，就是变做讲即种音调的部分啊，即种讲话爱互人感觉什物腔的部分，这本来就毋是我的专长啊。我对声音有可能较钝。遐钝啊，我若学，就是喙皮肌吧，去讲一寡代志，有可能嘛是无遐熟悉。就是无遐熟手。毋过有一寡人，伊讲话就拢华语化，伊嘛无差。其实拢是变做讲我嘛有我无共款的所在。毋过因为即个社会众人无讲看着我的优点，变做讲，我就开始足伤心讲我真正足输人的。其实毋是安尼，相信大家就算是讲台语有讲即个腔的问题，毋过这就是其中一项尔。这若要讲，就是讲着，讲台语有内容，你讲啥物内容你讲的即个词，是毋是有较深？发音有的人发音有可能是属音就是内底牵涉足侪物件，搁有你讲话有欢喜心无？讲台语有欢喜心无？毋过呢，我的眼光拢看着一项，就是讲我的调的问题，就变我敢若看着家己的欠点。其他的特色我拢不管我拢这就是我一向做代志的方式。所以讲，就会看着家己较欠缺的所在，拢甲伊放足大，看足严重的。毋过其实即个调嘛是一部分尔。有的人足无用呢，就算你讲做即个调足水气的，对伊来讲，伊嘛是无时间去坐来听坐伫遐听。有的人就是对台语就完全无兴趣，伊可能听华语较惯势。
无较济多元的心。啊，有诶人吼，有人开讲吼，伫正确诶时间、正确诶地点做正确诶代志，伊就足欢喜啊。所以讲，伊诶重点嘛，毋是讲我爱调安怎。若讲一个人台语讲啊足老诶、足标准诶，毋过是互人压力，是互人讲别人倒位无好吼。伊可能甘愿讲甲一个讲台语有腔诶人，毋过拢是会听伊讲，甲伊鼓励吼。所以讲，其实明明有足侪方向诶代志，毋过咱不时就看到一个咱上欠看，就变做讲有诶人伊有足侪值得大家欣赏诶所在，诚济。毋过伊就看到家己较不如别人诶所在，讲我离婚啊，就敢若看到这尔。其他拢可能伊就是较高趁钱，较有学问，足侪人拢对伊印象诚好，想要甲伊亲近做朋友。毋过伊拢看袂到即种伊其他诶优点，伊就敢若看到一项。这就是即种心理我嘛有，所以变做讲，我会晓台文，会晓台文诶人无济，足少诶，我着赢过别人啊。有诶人着腔是正确诶，迄个台语腔，再来台语腔，细汉有讲过，毋过讲话着已经华语化去啊。伊嘛袂安尼我着家己当做100分，敢是安尼。有诶人讲话拢是甲人责备，就算伊是台语讲啊诚好，迄个腔嘛诚水气，毋过拢是甲伊讲话拢恐惊讲着啥物重大诶所在，会就是无甲伊轻松。所以讲，有时阵毋是讲咱诚济人都要去甲一个足完美诶人做伙，伤过头，拢无欠点诶人，颠倒逐个有一个压力，就伫伊身躯边，甲伊先家己足自卑诶，这嘛有可能啦。我即摆问题就是过头去放大、扩大，讲家己诶欠点，家己遗憾诶所在，就会去逐工拢甲伊排条条，排伫肩胛头，拢无爱家己放下。这就是我思考理路诶问题。即摆就变做讲，我若讲一个人伫遐讲台语安尼自由自在，看会当有一工莫一直想讲即个腔诶问题，有即个台语诶腔口无？若有一工我真正有成长，真正明白一寡道理，我就袂逐工去想这个。若袂逐工去要伊这个，就算别人有讲你是倒位人啊，安怎，我就知影讲伊搁要问啊，搁要讲毋知影倒位怪，伊就想要知影讲奇怪，你诶讲台语哪会甲别人无共？就变做讲，若有一工我真正无得要伊啊，我去互人问，嘛是会笑笑讲这个人搁来啊。我需要去接受讲，家己就是即马讲话就是安尼嘛会去互人问就是爱接纳家己。毋免讲看家己拢足无限诶，讲为安怎别人讲台语就无即种问题，即个腔拢足水诶，哪会歹我就拄着安尼拢免去烦恼嘛，毋免去想这嘛，毋免感觉讲我哪会遐可怜啊。这就是伤过头扩大，讲家己较无才调诶所在。家己较有特色而且家己做起来嘛，比别人搁较赢诶所在。
就定定无去想，无去看，安尼永远就伫一个足痛苦诶循环内底。逐工想讲这哪会家己这嘛袂晓，迄嘛袂晓，就是爱去改善家己诶理路。别人若讲伫咧公司会讲这都拢是啥物人诶问题，我就想诶讲无要紧，我无要争取。像讲有诶人做科长，既然开即个会议诶时阵佫有诶人讲有诶人根本就无即个才调，你若有啥物长，啥物小小诶科长，逐个就安尼面就安尼赤目赤目甲安尼爱去批评，变做因就无法度去犯错，所以爱紧甲错讲是别人诶问题，是小主仔诶问题。小主仔就是我本人。毋过就不要紧因为因有一个位爱去饭碗去捧，爱互人感觉讲伊拢无大错误因足惊替人念。我就无差，我想讲本来就无互人牵绳，所以讲本来就是对我印象遐歹，既然就遐歹佫有法度佫歹落去。你若讲2个摆变拄仔5个摆毋是差不多。毋过有一寡做啥物长诶，啥物理诶，伊就会惊吓，伊就爱紧维持家己讲千错万错拢是别人诶错。因为人这就是人性就是你有得着物件，你就佫有束缚你若讲就是无摕着嘛无想要颠倒自由自在爱看着即种好处有时阵我诶想法嘛是伤过头，为伊诶标准讲台语定着爱有即个腔口，一定爱有啥物腔口，这较是学台语诶价值我即摆拢是安尼想其实是错误毋过即摆就是变做嘛替有即种观念束缚起来，就是安尼。